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工商服务时间，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考虑因的服务。详细资料就放伫咧说明区，互你做参考。大家好，我是阿德。咱定定会看到一寡人真爱点风神，讲家己台语偌好拄偌好。当然，虽然标准无共啦，论真好歹咱先不论。毋过咧，咱会使知影讲，即款人内底有一部分是真白铁台文。那互人讲家己青面牛，迄就是规个人拢压起来安尼。咱就会使看到有人会讲啊，边边拢汉字，你写干电人都看无。定定过会即个请出迄款台语讲7、80年阿公阿嬷做新字牌啊，阮阿嬷讲一世人的台语啊，伊拢看无恁写的遐字。要不就是讲啊，即个台文的罗马字吼，你若用写罗马字的，就讲啊，你叫你讲人话啦，还是讲啊，你讲迄是越南话啦，吼，像即款的，那感觉讲若无用汉字就是背骨，用罗马字就是不得不切。那这其实拢是一款，我认为啦，吼，拢是一款毋认输、毋甘愿。毋过要消透毋甘愿有真侪方法啦。你要毋接受，甚至讲挑工去攻击这会晓台语的人，是一款台语台文的人啦，吼，迄是一款。或者是讲退休了毋认输，家己学到有才调，翻译出一本日本文学经典《六小梦》罗生门的台文版，迄个是另外一款啊。咱今日开讲的对象就是《六小梦》罗生门台文版的翻译者林东阳先生，请东阳先生、东阳兄，甲咱一个小酒问一个听友，小酒问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林东阳，就是台语翻译第一本《六小梦》的翻译者。我就是70几岁，一生拢讲台语。等一下，我先甲你拍断一下吼，你拄仔讲你70几岁，实际上是几岁？74岁。74岁啦，那小梦的翻译者已经74岁啊，吼，大家知影一下。那小梦这本册是芥川龙之介上有名的这8篇来甲拣出来，这8篇是足代表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每一篇拢有伊的特色。过来这本册有我译者一生人生有一寡体验，甲每一篇来做对照，会当互大家做参考。过来就是我嘛有写用我的角度来做的迄个导读，咱讲做带读，是会当引带咱读者无共角度来去看这本的文章。这本册真适合对9岁到99岁，对小学生来到高中学生拢会当，尤其是讲你若会当做伙来读，还佫较有趣味。是。那小梦的就是，你若照汉字读罗生门，拢会使啦吼。伊内底应该讲芥川龙之介即个人，日本的即个大文学家，伊的作品伫真侪所在，大家拢看会到，不管是电影啦。舞台剧、戏剧吼，或者是即个册啊，华文版其实嘛，真久都有啊，包含绘本啊，各种各样的版本，伊的即个衍生的作品真侪，然后当然一直欠缺台文版即个版本哦，即款世界经典的作品，拄仔听出来讲，即个东阳兄较足认真准备，伊伫讲时拢会准备家己的稿吼，我就讲别紧放轻松，咱罔开讲就好啊吼。但是我看会出来讲，伊对即个翻译，尤其《六小梦》即个作品的翻译，其实是真认真吼，真慎重来看待即个物件吼，所以才做真侪准备安尼吼。毋过其实《六小梦》即本册啦，我相信
大家加加减减会知影吼，啥咧讲加加减减会知影，上出名诶就即句话嘛，华语讲宛如一场罗生门，对无？哦，当然即个来源，我会使直接先甲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啦吼，因为这主要是即个导演黒澤黑泽明黒澤起来即个伊诶作品，伊其实是留即个芥川龙之介即个罗生门即个名，但是内底主要诶剧情用诶是竹林内吼竹林中或者竹手中有即两款讲法啦吼，华语来讲，即个剧情甲男主共一部吼，变成一出电影安尼。因为内底故事伫咧咱即个即届即个台湾版内底嘛拢有，所以大家嘛使去看。其实就是讲，最后大家拢分袂清楚到底发生啥代志吼。虽然有虽然诶立场，虽然有虽然诶讲法吼，所以都宛若一场罗生门，这是真趣味。那真侪人会晓即句话，嘛知影罗生门伫咧现代意义，但是其实毋捌真正看过即本册。第一讲日本诶版本，当然毋是每一个人拢会晓日本吼，这会使理解。毋过华文诶版本已经足侪啊呢，大家敢真正有去看过？其实嘛无一定嘛，无定定去看过。但是咱即届是安那，毋是出即个华文诶版本，出一个台文诶版本。你啥来想讲要来出一本即个台文诶版本啊？嘛，其实是用安尼讲啦吼。我因为我讲台语就对细汉就开始讲。你正讲台语人了对吧？读小学以前要不要讲中国话还是国语是先做三番？吼，阮是迄代诶人。但是60外岁退休，想要来创一个什么代志？创一个什么代志？要来都退休了，营就对啊。毋是讲营退休了，因为我最爱看册。若要来看册，册用看我看袂了。但是册其实看册是，我一个角度是家己爽尔。是。无创啥。是。但是爱看册，就是来创一个什么代志，家己嘛会当。时间会当运用，佮对家己嘛好，家己好是啥？健康啦，有代志做啦，生活正常。且看册中间，去看到有百几年有真济台文写诶，咱诶前辈作家，好几部，因为我若看无啦。台文诶册看无，你是无细日去看到台文册？因为我较早我册拢老咧嘛，较早诶杂志台湾文记来古早遐，拢总要内底有一半篇是台湾人写诶台语，用台文写，你哪会看无就对啦吼。当然迄阵迄个咱迄个教典也会出来，有一寡字是个人用伊诶啦，无你用伊诶，我用我诶，无清楚嘛有影。但是呢，迄几部我实在是看无。迄阵实在做唔完诶，我家己才教我，因为我一生对囡仔开始就足坚持讲台语诶，但是竟然台语看无，就讲讲，咱定定讲即个文盲，咱台语讲做青眉牛，这就是这个开端啊！想讲，哎哟，咱袂晓写甲读，就是咱袂晓毋捌字嘛，是毋捌字啊！咱我即款人小可。甲人无共款，就是讲我著毋认输，我袂晓，我著甲学会晓，著安尼甲学来，学著学有足侪结果出来。讲学甲会晓，你外会晓。无我有人讲恁兄你著去考试。我迄阵嘛袂啥，我会晓看著好啊，考要怎？但是到尾嘛是互一个老师讲你去考看觅啦。著去考，嘛当然嘛考到一个程度啦咱无安尼落。但是起码互我知影讲台文字是安那写，我嘛会晓啊。算我已经入门就对啦。是，所以就是像咱刚刚讲的，这是一款因为毋认输的，我哪会看无，我著讲台语的人，谁若看无台语写落来的字安尼。所以你去学这个台文。学了，迄阵想讲，其实学了嘛是爱做代志啊，干那学晓讲要创，我著晓讲，我会晓写，会晓看嘛，无啥物意义。所以其实嘛是爱搁找一个物件。迄阵我有去找讲，迄阵拄好讲高中、初中要教台语所以就是讲有咧招训练老师我著咪去甲人训练36小时，阮那甲上咧，我遐大仙咧拢有教过。是了就想讲36小时就考了咱想讲。莫来去考我牵手讲你这老岁你去甲遐高中生拢咧孙仔诶，迄话人哪会要听？我想讲过来，因为我个性上是较无爱伫表演出面诶人，较爱伫后壁，所以我到尾怎放弃这个代志？到尾想讲嘛毋知安怎去想，搁想到我古早咧读日本话诶时阵，其实我著
为着要练日本的，我就把迄日本的文章翻做华语，就翻做中国话。翻传出来了，就有人讲你个投去迄个杂志，我嘛甲投去杂志，所以迄段时间有真侪杂志拢有通我华语的。所以翻译这件代志是你自本都捌接触过啊？我讲趣味就是讲我家己是讲用用翻，迄杂志社讲恁啥，你替我翻者，我讲我食头路人，你拜托你莫有期限，我礼拜休困来翻，所以迄段时间。实在翻足者，所以想讲，翻译可能嘛会杀的哦。都是世界找到一个少年的引导，就艾维里乌伊一个群组咧讲，迄个孙聪先生啊，是，孙聪先生咧考这个经典小说的翻译我就甲你去讲，无我来试看卖，当然伊甲我有试哦。如果甲你先考验一下，当然我这圆边的唔知嘛对吧？伊就讲。敢若会使咧，看伊就讲，所以就摕3个作者的文章互我。第一个是迄个大在太宰治，就大在我山姆这个迄个人间失格，是，这个真出名。那个那只咩所写的就是夏目漱石，三树龙，那个芥川的定下来。你这3篇，这3篇伊讲你拣一个，我这个较平淡，拣上底。所以你都开始接触到芥川的文章，是因为迄篇较短。但是呢，倒是讲，你讲我芥川捌哩，但是嘛捌无济啦，嘛这些翻到到地发觉，这真深呢。所以他直深入。是。结果就安尼翻，我才是迄个定下来是我经典小说的第一本。因为这个文章的带我入去芥川，所以搁进一步去甲了解，熟悉这个文学家芥川，哇，所以就感觉，即马加减了有一寡伊的草药破味已经有啊。你是拄开始，因为我本来想要问你讲，是安那是经芥川对你来讲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无？吼，听来一切拢是一个。这个莫讲误会，就是因为较简单，拄开始是较短篇的感觉，所以你来建议。但是嘛，因为这个机会来开始熟悉到这个算讲是大文学家，因为你当我讲你进前嘛有做这个日文对于华文的翻译嘛，这应该跟你进前的套路有关系对无？你较早是伫咧日本公司。我迄个读册做兵回来了，我就入去日本。公司，日本伫台湾设的工厂，我就入去工厂，我是一个技术者。坦白讲，就是讲日本公司，当然是讲日本话嘛，吼。是真拄好就是讲台湾有足侪日本公司，有个公司来语言是英语，有个公司来语言是咱台湾讲国语。但是我这间公司内底共同语言是日本话。是。所以等于简单讲，就是这间公司要出团。你日本人爱相当爱好，你拄则我有小可说明者，我一款人都无什么才能，都是唔认输，我就想要甲学会晓。所以其实都是因为我有这个环境，我边啊日本人甲我做伙工课是嘛是共款，甲有台语共款。我嘛真好讲，日本人讲啥都听有，但是嘛是讲，你到底外交讲？是嘛是过去甲人客气，迄是40-50年前的代志。迄阵无迄个新进啊，什么咧托育啊，什么咧，迄阵干那有托付呢，迄阵是干那做留学试验嘛。教育部了，就你迄语言的合格，你才用出国。你知影迄阵戒严时期，就迄阵就甲考过，所以甲语言。甲日本话因为食头路有缘，过来佮甲日本话佮学到某一个程度，过来做翻译。这一切拢总当然爱看这有关的，其实就是甲我，因为咱有这个语言有要来用，想要甲语言佮创较好咧，再去做翻译，这是我家己的迄个。毋过你的时阵日语经到一个坎站有法度做翻译的东西，其实我有听讲你其实看真济这个日本的册。不过，迄个时阵对这个芥川这个文学家其实也无伤济的了解，干嘛呢？我唔对，但是因为我爱看这，所以日本这个有名的什么经典这个作家，我拢知影，什么川端康成啊，这拢总知。但是呢，做工的人，就是讲我伫工厂出身的人，是工厂出身上重要就是较实用性。
啊，我这个物件一定要有什么路用。我看册，所以到尾我看册，第一个看历史册，第一个看日本的企业有关的。你感觉历史册对你来讲的实用性是啥？因为我甲日本人做生意，我到尾啊头路无食了，我家己做事业，是甲日本人搬哪？我甲日本人做生意，那坦白讲，日本人做生意，第一个你要先家己讲较白，就是讲爱认定你。像起码这个人袂歹，伊爱对你有认同。对，你袂歹是啥做袂歹？你有一款物件是甲伊会批评，还是讲，譬如讲对日本的历史、对日本话，我对你的文化其实是真了解的。是安尼啊，当然，这个过程看这册，就是增加你对日本的认识，对日本话的这个使用。伊安尼甲你评论，甲你亲切的了，这个人袂歹。你的名品可能嘛袂歹，所以伊可能才会甲你做生意。对你的信用力，信得过，咱到后壁继续做生意。目的是伫遮。咱讲倒来找这件代志啦，因为拄则我写咧伫问即个问题吼，就是讲因为拄开始你无介熟悉即个人，到后来你对即个芥川即个文学家愈来愈熟悉，像你拄讲的你原本做工课的时阵，还有伫做事的时阵，其实是。虽然日语好，但是你袂因为安尼走去看文学家的作品，一直到等到你退休，而且因为做这个翻译的代志，等到开始接触这个人哦，这个作品，其实这是一个无共款的变化。偏偏是日语用到你日语的能力，但是你做你看，其实是无共款的代志。那到后来退休了，开始接触到芥川这个人。不过我看你伫写这个翻译了后，你这本这个《六小梦》的台文版，毋是干那翻译伊的物件尔，某一款程度，这本册内底有真大一部分，是讲真重的你的成分伫咧内底，这毋是单纯的芥川的册。我必须安尼讲，因为一篇后壁你拢有带读对无？对。带读一般是可以头前带人读，你毋是哦，你拢讲你迄篇的后壁。其实用我的课程来看，就是讲，因为一篇文章，每一个人看，每一个看无共。我是希望咱莫去影响到读者。但是呢，读者先去看看咧。咱若来看我的带读的时阵，这个翻译者有这个看法，用互伊做参考。所以安尼本来这嘛是编辑已经放到后壁啦。我其实我本来嘛无认为爱用带读，因为一篇文章无共款角度来去看的时阵，互伊欣赏伊个人的迄个。我带读有当时会甲带过我遮来。这谁决定的？这到尾是大家编辑啊，是孙中先这些。这个讲你安尼做，安尼做。过来就是讲，伊那会叫我写联想，其实这嘛是，我其实是无这个想法。甲拄则讲的共款，你一份文章互个人去欣赏就好啊。咱莫共带对你我家己遮来。但是孙中先生伊看我咧写文，伊讲你赞的即句的人生的经验，应该有一寡经验，甲芥川每一篇的迄个内容，去做对照，对照，你甲写出来。其实我本来无啥爱写，因为讲无输赢，迄家己个人的物件，有咧足见效的，歹势，较小面性的对吧？意思讲，但是呢，你用别人的角度，芥川100年前的物件。你即摆100年后，林东营会当写出无共款的剧情，也无共款的迄个时空发生的代志。这无一定对读者是一个真好的收入嘛，无一定。所以讲几部是互逼出来啦，硬甲是硬写出来啦。我也无法搞写啦，但是呢，讲较白，遐是我真正是人生拄着，也是看到的。活冷冷的物件，毋是写小说，所以我是感觉每一个人用去体会，会当得到你无共款的。我讲这个设计其实真趣味吼，这毋是一般翻译的册会做的代志。讲实在，一般咱翻译的册，翻译者是家己放较足细、足后壁的这个情形。毋过台文的翻译，确实我感觉行到现在这个时代吼，你伫看台文翻译的册，翻译者像咱拄则私底下伫开讲，还未开始录音之前，咱嘛讲着讲台文的翻译，迄个人
翻译者本身伊讲话的腔口、伊思考的理路、伊的过程，其实拢会影响到即本翻译的作品。所以这是甲一般咱咧讲像华语的翻译是真无共款的所在。所以凡说新闻呢，包含讲对拄仔讲到孙中山吼，即个咱频道的听友大家拢真熟悉。吼啊，有一寡包含出版社编辑即边，互你即款的建议，我讲这是真好的一个做法，就是我嘛迄时阵伫看时，我拄开始看的时候，我嘛惊一条讲，哪会出现？毋是敢若带读尔，你其实即篇无做带读啊，对无？我就讲足奇怪吼，所以后来我感觉这是你人生对即个故事的一个对照，而且较趣味的物件是讲，伊写的是小说，芥川写的是设想当中的故事，伊是伊头壳内底的经历，毋是伊本人的经历，是虚的。但是你伫写你人生对伊即个故事产生的过去人生的一寡对照，是你真实的经验，是实的，内底佫一个虚实的对照。原来小说是会使映照着你人生中当中真实的代志。我讲这是真好耍的一件代志。这是才有影，但是呢，人芥川用虚的写敢若真的，所以芥川较厚。我是叫伊用虚的来看对照我的人生，所以其实我嘛会建议读者，你会用去看芥川的小说，你会用去对照你的人生，内底有啥物件是你会当去迄落的。但是呢，讲到这个联想吼，咱讲一个产品吼，嘛一本册嘛，你有一个甲人无共款呢，嘛是一种差别啦。所以就是咱这个编辑这方面因一寡的迄个建议。所以你台文本来甲华文就小可有一寡无遐尼受欢迎，咱有一个甲人无共的，甚至对这个产品的推销还是啥会较好。就是咧行出一条你家己甲人无共的路啦。是确实讲有影，咱即马真罕尼，我捌看到有带读，但是看到联想敢若罕哩。是，这是较特殊的所在啦。毋过翻译讲实在真正，就算讲带读是你家己的创作，你写的物件。毋过翻译本身，即本册毕竟伊是翻译的册，翻译本身是足复杂、足困难的代志。讲实在吼，要翻了好，到底什么情形做翻了好，什么程度做好，讲实在，虽然的意见嘛无一定共款，对无？所以譬如讲。日语内底，我感觉上特别，或者讲对一般的翻译，甲伫台湾做翻译，有一个真大无共的所在，就是讲日文内底有真侪汉字，即个汉字其实真影响着咱伫翻译即件代志。我毋知你的选择是看，我翻译是一款每一词、每一句、每一字。拢是一款选择的过程啦。比如讲，你内底有真侪名词，你到底是要留汉字甲改用台语来读，或者是讲，因为咱会使直接读嘛吼，这是无问题。或者讲，你要留日语的发音，咱用罗马字来标，来标注，这嘛是一款。或者我过去重新学一个台语的新的名，因为这个物件台语内底过去无这个概念，我需要学一个新的名，互大家一看到大概有一个新的想法。你家己要安怎去判断这个物件？我这个字。这个词、这句话，我到底要用哪一款的做法？而且，咱呢读华语是汉语嘛，其实伫汉语课仔内底，这个日本话是嘛有用汉语甲伊的卡达卡纳，这对于咱汉语识的人是有好处，嘛是限制。是无错。一语无共款，你偏一个汉语是互你会误解。是，这是咱有好处坏处，但是。咱上害的就是讲，咱看到譬如讲日本的迄个，即摆伊的总理叫做岸田岸田华田，是岸田さん。咱的拢叫做华田，其实因是岸田，是所以这是汉语课仔的缺点，嘛是伊的好处吼。咱看就知影。讲到其实咱翻译其实就是甲本来的文章来翻做咱家己的语言。来用咱家的语言来表达，这是一种表达。所以日本人安怎讲？日本人用汉语，我嘛是根据汉语的意思来翻做咱台湾的意思，嘛是就是讲，偏一个汉语伊会无共。譬如讲国家的国，伊迄个国甲咱的国是无共的。而且佫有一寡迄个汉语的意思，甲咱台湾咧用的汉语意思无共款。是，所以迄是伊的语言。我是甲分甲真清楚，就是讲日本话就是日本话，台湾话就是台湾话。咱用日本话的意思翻做咱台湾的文字，我的做法就是安尼。
所以你必须去思考讲，迄个汉字伊其实是日本字，你一定要会记得这件代志，讲这是日本字，该为咱台语的方式，该去重新思考啊。对，这就是我定来讲，足侪台湾人读日本来讲，足简单的迄个误解。看汉字大概就当作看有安尼。其实咧，会误解会出大代志啦。是。但是所以就是讲，对日本话，也是讲你对英语来翻，你要真正了解伊的意思，了才用咱的文字。你讲汉语要怎处理？其实我就是用台湾咱教典讲的汉语，这真简单，就是安尼。但是呢，对专有名词，对人名、对地名，我个人一直认为爱用因的音，用咱的汉语话紧，爱用因的音。譬如讲东京，你写东京这两字汉语，但只要用土口，拄则讲的人名嘛同款，专用的地名同款。譬如讲举一个，咱日本的建筑有一个岩沟啊，岩侧就是讲的迄个。边仔的回廊，岩沟啊，咱台湾就无迄个岩沟啊物件，我就直接甲翻做岩沟啊，就变做外来语安尼咧处理。所以，但是你这阵是用罗马字标，还是为维持伊汉字？我维持汉字，但是标音我是标迄个岩沟啊。这是日本人真介意使用的一款做法，对无吼？因为台语内底这款做法算讲较少看，因为大家看到汉字，你自然用台语汉字的方式去读。对即摆这是一个，咱其实。这对台湾要是我即摆做法，要是无解通，所以我这本册其实嘛是用即摆咱台湾一般的做法，譬如讲东京，我嘛是甲标做东京，因为咱即摆大部分人讲东京，讲京都，袂讲口都袂讲土口，但是照讲，那我的原则就爱照安尼，但是这为着要这个市场的迄个，因为咱定来讲阿伯。是咱即摆拢讲安布，咱过去迄个总理，其实伊毋是安布啊，伊是阿伯啊，阿伯拢敢若讲对，所以这是我的做法，但是我的做法袂通无要紧，但是基本上我是用台湾的汉语以教典为主。这真趣味吼，因为这个翻译的议题是较深入，可能咱的听友无一定你会去拄到这个问题，因为这毋是讲你平常时你讲台语写台文会拄到的问题。不过这牵涉到你翻译日文的时阵，会有一个真复杂的，这个复杂性伫内底，就是因为日本因为伊嘛使用汉字吼，我想我小可甲整理一下这个问题。那日本人伊伫使用伊嘛真趣味，因为日本人的字形甲发音吼，定会使千变万化。日本人伫即方面其实真活吼，真活骨。比如讲，你嘛会看到有，我捌看过有个人的号名吼，比如讲伊汉字甲你写正义，你用台语读做正义正义，但是要求你甲读做 justice， 就是伊会使安尼补。日本人因为伊有标音的方式，伊嘛有汉字的使用，所以伊会使做真侪真趣味做。我甚至我捌伫十字典馆看过，伊的写汉字，但是叫你读做 level up， 伊就是会使安尼补吼。那台湾目前因为咱伫咧发音甲汉字之间的束缚较严，所以伊无遐活骨。咱看到汉字就认为讲，伊就是爱安那读。你用罗马字也不过是替伊做标音，毋过反说即个，因为你长期使用日语甲日本人做事做伙做事，用接受到因的这款的做法，无的确这款新的方法，伫咧未来台湾伫做翻译，甚至是发展家己的新的字词的时阵，会有一个新的思考的理路，就是咱汉字照老，但是汉字是毋是完全照伊汉字安尼读？其实咱无定着爱绑只案。然后我在未来台文嘅台语会使变甲搁较趣味，搁较千变万化是有可能。吼，所以你今日提出这个做法，因为伫我册内底其实无看到你安尼写，所以我感拄好今日甲你开讲，会接受到这个真好耍的一个新的想法。因为譬如讲，一般人，譬如讲我家己会晓日语，我知影有日本人有这款做法，但是我无去联想到，对吼，台语其实会使伫咧文字方面有这款遮活过的可能性，吼，日本这方面就厉害。那这确是一个真好的，我感真趣味的想法啦。当你翻译遮侪篇吼，其实六小梦是一个其中一篇的名啦，只是讲一般咱因为这篇是伤有名，所有人拢会甲这篇册当做伊的册名哦，但其实内底真侪篇。那遐侪篇内底，你有较介意哪一篇无？特别介意讲这个翻出来，我上介意，我感觉这个开口表现得上好，或者是讲我家己使用，或者我本身咧读的时候，我就特别介意这篇。其实我开始翻转来了，
我都直直翻落啦吼。这本册要出版以前，我已经翻30几篇啊。哦，是。讲到白，你30几篇其实无伫册内底啊。我才有8篇。这8篇其实我翻遮济，咱编辑啊是伊个木马的迄个陈社长，以前迄个社长，这个8篇是伊选的。伊对日本文学太了解了，实在咱台湾来讲是经甲银啦，确实够经，真够经，所以这是要甲介川介绍咱台湾的读者是真够经的，这8篇足侪人拢会下。是因为翻译其实就是敢若咧生囡仔嘛，真艰苦。这8个囡仔我当然大家嘛真介意，但是你若硬要叫我讲，其实我嘛要认得定下来。你嘛是介定下来？是安怎呢？我有甲足侪人咧讲，尤其足侪人咧写文的人讲，我讲你去看迄个介川咧写定下来，迄7个人7个角色拢无冲突咯。是。大家迄个角色的迄个演甲拢讲较错了，哪真的咧？你来写一篇文章，你学的迄是你的范本。是。这是我是感觉这份，所以到尾我是定下来。是感觉是不单是描写，那是迄个表达开口，是足，我是足介意啦。我家己个人嘛是吼，真介意这篇就是内底，因为无共人讲出无共立场的话，讲共一件代志，最后结果是安尼。伊要互无共款，甚至内底有即个鬼魂附身所讲出来话，甲外人讲出来，甲你到底是毋是即个人活死的，你拢分袂清楚，即个感觉啊，或者是像路过的即款即个出家人啦，即款像伊有法度无共人、无共开口、无共表达，而且佫爱为伊的立场来出发来写。这讲实在真正是，你若要讲，若要叫我讲出这个介川的作品，我可能头一个想到一定嘛是这篇，所以我讲这是真趣味。当然，这嘛牵涉到我想要问你的问题，讲这内底真侪角色的讲话吼，我会记敢若7个嘛吼，这7个角色无共角色有表达出无共款的开口。这到底是针对讲你翻译出来嘛是有这个开口的差别，这是你针对角色的理解去思考伊用什么款的字词，还是讲你单纯就是我顺这个原文，伊原本日语写出来就已经有这个差别，所以我就顺这个理路这个腔壳来行，自然就有这个效果出来。是你真正去思考过，我每一个人的字词用句，还是安那我要安那去做调整？就照你讲的，原本伊原文本身介川都有小可像迄个开口的差，是这大家拢知影。但是呢，我这7个人，我咧翻的时阵，我自头就开始讲，只要用无共款的开口，因为呢，譬如讲做菜，做大一般的做工人嘛，伊的讲话的方式，甲譬如讲出家人，迄个叫做分流生，出家人伊就较正经，是譬如讲这个查某人去用侵犯，伊就足后悔、足伤心的。过来，这个咱讲叫做他舅妈的这多香丸，是，这个是武士出身的，伊是家做家当的迄个，尽量来用。你讲我开都爱出来伊的开口，但是呢，这是超难的任务啊，他们讲。但是心肝有安尼咧想的时阵，加减我就拍拼去甲迄落。譬如讲我记者咧。迄个老阿婆讲，恁都好心好行。是。这句话我是囡仔的时阵，迄一个老阿婆咧骂人，拢讲你这好心好行的。是。这就是我因有迄个经验安尼来，我就用好心的。即若你用伫迄个查某人都无下，开口可能怪怪。所以我有本来就安尼的考虑，但是呢，到底即马有几分我唔敢讲。是。要个久咧，要个。对，我讲这是真趣味。翻译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人物角色的这款的吼，常常就出现这款，你到底要安那去思考斟酌，你要用什么款的词，什么款的讲法开口。尤其咱知影讲台语内底各种讲因为这个字词，无共人讲出来，伊个无共款感觉，或者讲有一寡词是真某一寡人才会讲的，吼，咱常讲有一寡暗话啦，一寡乌话啦，吼，这款的，什么人会使安那讲话，其实拢有伊家己的特殊性在咧内底，吼，所以我讲这是翻译的过程当中真困难嘛，真挖靠着个人的经验，讲实在吼。那其实咱嘛使看到讲未来
若是所有囡仔拢必须爱敢若透过学校的教学、学校的课程、标准化的教育来去学习台语的时阵，其实日后你要做翻译，你恐惊对拄着真大的问题，翻出来拢共款一个样吼。这是是安怎讲？咱定讲学校教育真重要，毋过教育以外，你生活当中一定爱定用，而且爱互伊定听着。无共人讲的台语，原来有无共款的即个腔口、即个气、即个气口、即个气氛、即个想法吼，伊会安怎讲话？有的人反说你看，即个人讲话那遮粗这未来反正是你写作的养分哦，这是有可能的代志，所以无需要去排斥讲啊，听到台语，就讲话人讲的较粗度，一定袂使听到啊，话可能较无遐好听的话术，嘛会有，但是这未来拢是真重要的一部分，我感觉是安尼。毋过你台语经你像你讲，你自细汉到大汉，你就是台语人，毋过真正要进入到写字，这是完全无共款的代志哦。咱自细汉学华语，因为你入当然囡仔可能反正幼稚园啊，甚至还未读册，因为电视啦啥，你就开始接触即个华文，你的文甲语是夹做伙的。问题是台语伫咧遮长期以来教育的问题、政策的问题，其实大部分人文字甲语言之间其实是脱离的，是两个是分开的物件。你到退休了后，经过几十年，你才要来重新学台文这件代志，才有法度去做一个翻译。这中其实是爱经历过足侪阶段。我伫想，我家己因为无这个阶段啦吼，所以我未退休嘛，所以这个差别我其实真好奇。第一是你拄头啊开始愿意接触台湾，像你讲你毋认输嘛吼，确实你愿意安尼落，但是这个过程绝对毋是讲你向讲好啊，我毋认输，我都自然什么代志拢做会成，无迄个代志啦吼，人生无遐简单。你敢有拄着什么困难，或者讲你是安怎开始真正有法度接触？因为你无可能拿小说一摕起来，无我读甲会晓为止啊，你都读袂出来，佮要安怎读会晓，对无？要安怎接触？要安怎？还是拄着什么困难？嘛，因为我对细汉就讲台湾话，无毋对。我可能有甲人无共款，我一定足坚持我讲台湾话。是，我的囡仔甲小学以前。嘛袂晓讲国语。我囡仔即马40几岁，是，就表示讲，讲一个笑话，我囡仔去读幼稚园，第一天中昼就走倒来，嘿，听无因讲啥，伊毋知咧讲啥，听无，嘿，是，伊妈妈就去遐带倒来，哈，就是安尼，就是我继续咧讲，安尼要创，囡仔敢袂怨叹，但是因即满拢真好讲。迄阵当然伊拄着冲突啦，伊就去第二天都甲带去，当然甲迄个是教会一定甲神父讲，你就家己甲照顾者。是，免一礼拜好势，对，遐啦。囡仔讲的字数无济嘛，真紧就拢食得。对来是讲，既然我坚持咧讲，所以呢，有一寡话我要无讲遐尼严重的放袂记。了当然文字。是甲讲是无共款，所以文字要学的时，其实你拄头安怎做？头一当然对线顶找去我世界找啦，找几部，因为读了半年了咧，嘛袂使咧。你拄开始忙接触，就发觉讲，你无法度系统性的对啊。结果嘛去拄好找一个老师，我一个老师叫做桂永同桂先生，伊台中有咧开课你去上课，我就去对伊上。我讲即个少年呢，歹势哦，伊比较少年，哪会则甲我讲对啦？头壳拢免想，就是写出来，伊拢则做。是。我即间即学习上是做毋完当然老实讲，真饱。迄会真济啦，真饱，过来真熬教。伊即个刺激，我就其实我对伊有半年，到尾我就家己读。其实到尾拄着成大问题，咱台语有汉语，咱大家华语足熬的，看到罗生门这三字，是，你袂去讲做罗生门，是，罗生门，这是咱即马台语有台语的一个大问题。我嘛共款，虽然我是台语真好讲，但是我无读过话，所以呢，我有做一个代志，这点我听讲有人做过，我甲迄阵的教典2019年。2018年，教典对第一页抄甲最后一页，每一句，所以你看到，比如讲，蛋，当然是蛋，咱汉语甲写起来，当然蛋，第五音，
这一个头啊，我拢总抄30几本的笔记簿。安尼才加减甲即个华语的迄个看爱啊。哈，你行迄落一支草一点路，一步一步来的即款的。哇，这华语叫做土法炼钢。头壳老歹的人就用土步安尼。迄是做代志较认真、顶真的精神啦。过来就是讲，其实咧，咱即摆一个上重要，或者汉语咱看有啊。重点是咱的字数少。字数少两个原因，一个是咱较早讲的袂记去，因为无讲，故事会消失的。第二个，你无讲，对方嘛无讲，所以你捌的拢家己的。是。比如我若甲你讲话，你会晓讲，你有你的意思，是。我学着。对。所以咱即个社会若迄话语愈无讲，愈消失愈侪愈紧。所以我甲你讲话，你若有讲，我会对你学语、学词。安尼我会愈来愈敖讲，是所以这两点对我真大的严重，真学袂晓原因是安尼。但是好佳在，咱这个 corona 毋着3年，世界拢关起来。互你这个时间通这时间做这个读日本啊，读这个台湾话、台湾文，这是好啊歹我毋知，但是我感谢 corona 真歹势。你当着罗马字的玄妙种，真侪人其实对所谓的台文真排斥、真抗拒一部分是因为对罗马字真无介意。你家己是安怎看？其实有当时咱来用个想啦，国语有注音嘛，你甲罗马语当做注音就好嘛。我读日本话的人，我做卡塔卡纳甲希那卡纳咯，平假名、片假名嘛。是。伊就是伊注音。你嘛是爱学50音嘛？对，同款。你学咱这注音，还是讲卡纳就是假名，还是讲咱的罗马语，你甲当做音嘛，当做注音。我会记得我迄个孙啊，伊1年的、2年的。无好读2年呢，才会晓呢，20几年呢。所以咱台湾人讲袂晓注音39是毋是？我袂记得。我嘛袂记，快点。就是讲因注音读较久，才读较不清楚。你罗马语你毋免读一站嘛，你讲你会晓，你这排斥啥？这是足奇怪的代志。是。但是因为我会晓，我读过日本话，所以呢，日本话就。片假名甲片假名嘛，是，迄就是伊的发音嘛，是伊的文字嘛，是，所以我对罗马语无抵抗，无阻拦，无阻拦。但是因为伊的音，你用甲你讲的话拼出来，是，这是罗马语最好，足侪人讲罗马语上好处啊。我即摆有当时写日记，有当时头脑歹，年纪大头脑袂记哩，我咧写的时阵。汉语无写，哪写罗马语啊？是啊，因为较紧嘛。所以罗马语应该毋是去拒绝的，去学一个足紧的，才几句尔。对，因为咱知影讲你若是学英语，迄个字母是26个，但是因为台文内底备用个较济，所以其实你真紧就学会晓啦。尤其讲咱打真济少年人，莫讲少年人，一般教育内底拢有教英语啊啦，所以。26个字母内底，你经出来用，其实足紧你自然就会晓啦。所以，我感觉伫遮我想要来另外插播一个代志，就是我有邀请到这个咱同兄有先经一段吼，伫咧咱准备要进入戏困啊，但戏困之前，我想要留一个话尾，就是要请伊来这个。录一个配音哦，因这本册其实真趣味，是伊除了有文字以外，伊嘛有声版吼。我相信真侪人啦，咱听有买这本册的人已经拢知影。那当然这毋是当然他家己亲身配音的，所以咱一个节目内底特别邀请伊来做一个伊的版本的配音。咱到伫咧后一段拄开头，就先互你来读好，所以大家就迄困一个难免甲佫等来。我是林东营，台语版《拉小梦》的翻译者。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迪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日本文坛鬼才介川良之介的人生贴合的第一篇小说，翻译到日本《拉小梦》。欢迎9岁到99岁，大家来欣赏。做伙读愈有趣味，咱做伙听故事，讲台语，耍文化，捌台湾。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
毋过我杀人是用扎伫裤头的武术刀，那恁杀人就免用刀，恁是用权力杀人，用钱杀人。有当时嘛假善假达，虽讲开是要为你好，其实是为了家己的利益来杀人。还有影免流血的，还会结果袂输一个真有才调的研究者咧。不离过，这嘛是杀人。以罪恶的轻重来论，是恁的罪恶较重，也是我的罪恶较重。倒一边的罪恶较重，我都毋知啊。这是这个辣小梦台文版的其中一篇得拿来，这是一个伊的身份，虽然讲是这个伊当的讲法叫做啥乌道。嘛，毋是学道的强盗啦，讲乌开较重的人啦，吼，总共一句是安尼。那伊一个虽然讲控诉，或者讲伊咧斗啦，讲恁这假善假达的人啦，吼，就是我是确实是杀人啦，毋过恁平常时所做遐代志，甲杀人有啥物无共款，吼，这是一款的讲法。那拄则咱听到的是东阳兄吼，即个翻译者林东阳先生伊家己的版本，吼，这应该是网络顶头一遍吼，你的配音版本啊。无讲足长，但是互大家偏芳一下，那大家有趣味，会使家己来试看觅、读看觅。我是种足建议讲，大家伫咧读即个台文的册的时阵，甲你家己的声哨、你家己的开口，甚至你家己的腔口放入内底来读看觅。我家己咧读物件时阵，其实我伫咧网络顶管嘛有放一段，是我家己读的辣小梦内底的版本，这种是为着好耍啦，趣味想讲来练习一下安尼。再嘛，甲咱的即个听友分享一下。那当然，咱继续来开讲咱家己的代志吼。因为顶半段咱有讲到讲你伫学即个台文的过程，包含讲你拄着的困难，或者是讲真济伫咧网络顶管啊，还是讲真济想要学台文，但是因有一寡为难的所在，或者是因较抗拒、较排斥的所在，你家己的想法是啥嘛？吼，当然。这已经拢算讲是较客气的，吼，有的人敢若会讲歹势我台文无好，我看无啥有，或者讲我即个无啥学会晓，尤其罗马字啦，吼，我想真侪人是较搞讲，因为汉字加减看有，但是罗马字都较看无安尼。这拢算讲是较客气，是较即个温和的一款讲法吼。但是有的人其实是足反抗。看即个物件，就讨厌人写台文，无代无志，你要共骂吼。就即款的，你对即款的做法的、即款的想法的人，你家己敢有什么款的想法？当然有即个现象，其实是以往的教育所造成的。当然较早独尊华语即个政策的所产生的结果，其实因嘛是受害者，可能因毋知，但是我若有机会，有即个机会发表我的想法时，我拢会甲讲两个例啊。第一个例就是讲，我伫较早少年的时阵咧学英语啊。人甲讲吼，美国有真侪真侪人，英语是写叫，但是伊毋捌字看无，报纸看无。是。第二个例就是讲，阮若讲，阮若做，甚至阮老爸，伊台语当然比我较好太济，但是伊看无，伊看无，伊袂晓写字，伊当然报纸嘛看无。这是什么原因？文字是爱学的，甲咱讲话共款，讲甲听嘛是学。文字若无哪会晓？你去读册学习，再学文字会晓写。你有一个人讲我就会晓讲，会晓听。你文字会晓读，会晓写，你若去学就会晓啊嘛。其实你较早学听学讲，嘛毋是较早你生蛇娃娃的时阵，爸母嘛是一句一句甲你教。你嘛是安尼学来的，是安那听甲讲言学理读写都无写甲捌字毋免学，这是我会安尼甲伊讲。当然这是倾听我的话的人啊。但是这个现象慢慢伫咧消失啦。毋过咱伫咧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会拄着另外一个问题啦。尤其是像你当讲，过去我都已经真够听真够讲啊。当你拄着字的时阵，咱咧学习，比如讲字典啊、词典内底，你发觉一个真趣味的问题，我用趣味来形容，就是某一寡词、某一寡字，伊甲你标注的写法、读法，甲你过去的读法是无共款的。真侪人认为讲，我讲几落10年，我都是安尼讲啊，那是安那是理解安尼，学白来，真侪人安尼想嘛。你家己有拄着即款的问题无？比如讲，我常常讲危险，当然
当你若去看字典，你发觉讲伊会甲你讲啊，这字无读做危险，伊读做危险吼。我毋知大家听得出差别无？有当时收音的过程当中，迄个录音加减的，因为较无遐清吼，因为即个机器的关系。毋过伊是你若用英语的即个字来读，就是 GUI 嘛吼，危吼。但这甲平常时咱伫讲的即个发音都无啥共款。那我阁无讲是受到华语影响的危哦，危啊阁无讲吼。比如讲像拄着即款的问题，你家己要安怎去解决咧，去面对即个情形？你家己会改你的发音，还是讲我知影，但是我介意维持我本地讲话的关系？我的建议，我家己用我来讲，我是希望维持我家己。我嘛拢维持我家己的腔口。迄就是我。但是我当然会去想讲，伊听有无？你若听无，我会搁甲解说。这是我的做法。但是我是建议每一个人拢维持个腔口，这才是一个文化的迄个跨度嘛。是，因为无共款，比如讲我最近咧讲一个破花，破花伫教典有5、6个讲法。阮较早讲啥？荷花，荷花。哦，恁是安尼讲啊？荷花是啥？我毋安尼讲过。保护，保护的花。哈，我咧讲一个笑话，我较早细汉的时阵拢讲荷花，我叫是落雨去雨啊，因为落雨才有路用啊。是荷花，结果我读日本话的时阵，日本话其实这句是日本话来啊，所以荷花这个汉字是日本的误解。哦，啊，去甲读到日本话才知影讲啊，我所了解的毋是落雨的雨的荷花，是保护雨的荷花，所以。你一个所在，迄个生活环境无共，你创造出来，讲出来迄个名，讲出来迄个口音，一定无共诶。是，这就是伊迄个咱的祖先的迄个经过，迄实在写伫遐。咱就去尊重就好啊，无必要去甲拒绝，还是讲迄个啊，我是按算都安尼了。所以我诶即马我即本册其实就是用我家己的口音，我家己腔口写出来诶一个台文。像阮一般拢读报话，然后每一个所在小可无共款。我感觉读音即件代志，伫咧台语内底真复杂，就是讲，一般你若讲华语的即个字典，过去因为咱受教着即个标准的统一的教育的方式，所以伊甲你讲即个字安怎读，咱就安怎读。吼，伊较无啥咱讲地区或者个人的差别啦。大概的精差就是讲，教育部即届佫改啊，最近咱佫读做安尼哦，这是网络顶面定定看会着。毋过事实上，台语内底就较复杂啊。吼，像我当下举即个例，当然你拄仔有讲着即个腔口差别啦，或者是一寡用词的差别，这我想拢伫一般的即个正常范围内。毋过当然像有一寡较特别的，比如讲。目前吼，因为共款，咱以标准化的即个角度来讲啦吼，比如讲，我定讲对即个人有印象无？我是听话讲印象或者印象吼。那教育部会甲你讲，即个字无读做第2条哈，一定是印象或者是印象吼。当然我会听着印象。那事实上我袂安尼讲，我一定讲，你若佫讲印象，逐个讲你讲诶足奇怪吼。毋过根据伊诶一寡科考或者是因诶研究，就是伊就是无读即个音。我讲这是咱伫面对台语诶重新去学习台语诶时阵会拄着诶一寡问题。然后即个时阵个人诶选择是啥？我感觉讲这就是家己爱去斟酌啊吼，因为拄则即个当然他即边有提出你家己对无共款腔口是用词诶想法。啊，毋过即个拄仔讲即个问题，其实佫较复杂一寡，因为内底佫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受到华语影响了，有一寡词毋是讲你过去诶俗音安怎读，这单纯是因为华语诶影响嘛有，吼，像即款诶词嘛，比如讲我足听袂惯势，就是传统，甲我读做传统，而且这是。到已经可能50-60岁的人啊嘛，定定拢会走去啊，因为你讲久就是会走无法度吼，因为你受到华语的影响。但我自细因为我听就是传统，传这个字无传这个音，对我来讲是清楚分明的代志，所以我只要听到传统，我都会足艰苦，足硬腰。都有一寡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有一寡词颠倒变是。咱诶拢读俗音，或者咱受到即个华语影响了，当甲你讲无啦，这字毋是安尼读诶。咱内底有真济复杂伫咧内底，我感觉吼，这是我想每一个人，甚至讲对每一字诶想法嘛拢无共款。可能某一寡词，你讲咱来改一个，无紧，我来读成什么啊？我记一个较趣味诶，即个词，比如讲军舰，华语讲军舰，海军诶军舰吼，叫咱可能一般惯是咱讲军舰。
啊，事实上，你若看教育部，伊来讲迄做军男，yes 嘿，你读即个男的时阵，我甲伊讲，我今日去海边啊，毋是海边，我去即个港墘吼，军港看到军男，大家可能听无你伫讲啥。即个时阵，你的即个取舍吼，咧取舍到底是啥？我讲这是真趣味的所在啦。但我想，即部分咱就莫甲落一个即个定义，或者讲规定，就是安那每一个人伫咧学习台文的，因为咱拢是已经对立的情形，你为会晓台语开始挖头去学习台文的时阵，拄着即个问题，我想每一个字都互大家家己去斟酌啦。我这是较，但是希望就趁这机会想要提出来，甲大家讨论分享者，大家去思考即个问题，我感真趣味啦。但你当讲真侪，像你当你伫 Facebook， 你讲你伫 Facebook 顶管，你会写一寡文章嘛？拢是用全台文伫咧写文章嘛？那做一个伫咧 Facebook 来讲社交即媒体平台顶管写台文的人，你伫写的过程当中，你敢有拄过什么你印象较深的即个经验无？我咧写台文其实目的真简单，我是要写要练笔尾，甲我的笔尾练得较好咧，因为咱翻译就是要甲用咱的文字来表达。原文你要表达的物件，是，所以你若表达的会较水开咧，后盖翻译就会较水开。这是当然讲嘛共款，因为你有讲甲写，这两个拢影响到你的翻译的迄个有水，流利会水无水。所以我其实写文的目的是伫遮。当然，我家己嘛要有一寡私心，要甲过去家己的代志写出来，迄嘛是有啦。当然咱写文就是要互看嘛，是，那人无人看，就感觉这是无人迄个。但是呢，我去年14月迄时阵啊，这孙聪先生迄阵拄好出一本迄个食面的有无？台语漂白的，是，伊就甲我讲你台中人，你毋写一篇麻芛汤就对了。伊就爱讲食的代志，对，无紧。我台中人老实讲。所以就用这个麻芛汤来讲的时阵，我迄阵麻芛汤，因为我就叫阮牵手讲，阮牵手嘛会晓煮麻芛汤是阮丈人、阮老母，这拢会晓煮，会晓煮你讲会晓煮嘛阮会晓煮，将军我会晓煮，因为你是较北部将军嘛。阮讲会晓煮，所以阮牵手也有甲因老母写迄篇迄个 recipe 有哪。去找出来，都去做一寡台中有麻园来去看，日头店有迄个麻芛故事馆，嘛做田调，所以你要写一篇文章，你爱做过去经验以外，去收集资料，会当做田调，就是迄个田调迄个田野调查。结果咧，我这篇写出来，我相信你最近嘛有翻译一个麻芛汤的代志，即马。敢若麻芛，即马我甲翻出来了，即句敢若定推啊，变成一个事件。因为过去因中国人写的麻芛是写啥？就是草字面顶写个银，就是伊人迄个右人，无就写草字边意思的意。迄拢对中国的来，麻芛的芛是啥？切剪的叶啊，叫做芛，布芛迄个芛，麻芛上尾啊遐个麻芛汤，麻芛其实简单讲就是讲，咱要做用伊皮来做麻素、做麻茶。尾啊遐叶啊，真自然咱台湾人扣食就甲摕来煮汤啊、掺番薯啊、掺鱼煲啊。所以即马麻芛煞变做一个，结果我这篇文章。我家己的面册有铺以外，我铺一个台中怀旧的一个群组是有700-800个人，甲我二赞，这也无啥，有100几个会甲我分享，你写全台文，大家嘛是看有，起码有700人拢看有嘛，但是我的意表示就讲，咱写文有人看，有产生一组啊，迄个影响力，而且我感觉这是上欢喜的，当然。嘛有人无看的，2-3个甲我看的，遐无甲自赞的画面，迄款人，以外嘛有一款的吼。但是咧，迄我无什么差别啦，因为我写这篇文章，我都有家己操练着，我都要表达啥，我都加操练我一个
第一目标是家己的训练，第二目标是愈侪人看到，当然第一是影响力，第二是起码是爽嘛，爽嘛对。哦，所以我的目的真简单，但是就是讲，你要做翻译的人，拄则主持人讲一个，你爱伫你的生活，你法度翻译，才有法，你要有伫这个土地生活，才有法度翻译，才有法度写文章，才有这款生活经验。对，你才有法度写文章，有法度会翻译。所以你爱生活，生活是啥？包括你讲话。是，你爱讲，你要翻译台语的，你无要讲台湾话；你要翻译台语的文章，你无要写文。这是我感觉你翻袂好。翻出来物件，恐惊就真会穿啦。对，怪安尼。这确实是我感觉，像我因为像我家己伫咧 Facebook 顶管，三不过是我也是有写着华文的物件，毋过大部分其实我嘛是写即个台文为主吼，包含伫其他的平台，像伫咧即个。我的 Threads， 大家时间 Threads， 电管原则上嘛是拢以台文的为主啦。拢有当时就是安尼，你其实无啥需要去烦恼讲别人看有看无。我知影讲有人有捌拄过迄款经验，就是有个人甲你特别甲你留话讲伊看无，想讲看无就看无。你看别人写话写的文章，你看无你就跳过人过就好，我也不逼你看，对无？但总是会有人专工来甲你留话讲伊看无。我是无拄过人甲我讲看无啦。可能有当时咱讲港文科啊，较高一寡，大家都可能咱的即个朋友内底真侪拢是看有的人，或者讲因为咱两个拢也是以汉字写较济啦，老实讲吼，所以大家要在7-8成其实嘛无遐困难吼，讲实在，所以大家你若迄个主题趣味，想办法大家拢看有，有这变成讲其实上重要是内容到底是啥，大家有介意无？只要大家有介意，想尽办法伊拢会看有。好，我讲这是咱伫咧书写的过程当中我讲较趣味的代志吼，那其实嘛是希望讲鼓励咱真侪听友，我知影真侪听友去考试有伫学习台文吼，那毋是干那学，毋是干那考试吼，莫惊别人看无，莫惊讲我写一篇咧无人来二赞，我感觉足见笑。头一个目标其实真正是你家己的训练吼，像我家己，我台文我都写真紧一部分是因为。我伫做节目的时阵，我爱写稿。访问我只写访讲，但是我若做故事的节目时，我全部拢有写稿。那一篇我之前嘛伫咧一寡访问内底捌讲过，一般我做1点钟的节目，当然头前开讲一下，加起来大概也4000外字至8000外字全台文。所以我目前写出来，我当100外集的节目，其实我写出来已经是20-30万字台文稿吼。所以你只要要用到你惯势。加写，你自然就会有法度愈写愈顺手。那像我伫甲一寡有法度看台文的人，我就是甲伊伫联络的时阵，不管你 Messenger 啦、Line 啦，我就嘛是用拍台文。那我就会出现讲有朋友讲，好佳在，虽然讲我较无关系拍台文，我去考试的时阵，因为你之前拢甲我讲用台文教讲，所以我一寡字我会捌你。我嘛有好处啦。除非讲你完全看无的人，无其实我真侪人，只要伊会使看有，或者看有就7-8成，我就是直接联络的时候，我嘛是拢写台文。那因有法度接受，我无要求你一定爱回我台文，但是你只要大概看有，我感觉都会使。那真侪训练其实是伫你人生的这个生活当中，安尼一撮一撮累积落来的。包含你像你伫逐篇你写台文，或者讲咱日常生活对谈，像我伫甲你联络的时阵，咱其实 Messenger 伫互动嘛是拢写台文，迄就是自然一个关系。有当时一寡事你向久无看，是你家己可能无用到，但是别人用心，就像你讲的，咱伫咧互动当中，你就学习，除了用听用讲的以外。用写的嘛是共款，这其实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讲你接写，你会甲足者，你本来会晓的，会甲扣倒来。是。你咧接写对方的嘛，你会甲学来。接写接讲，这你才有法度操练。过来莫想讲无人看，一定有人看。我实在足可惜的，用人真济，所以意思中你去写，人会甲你看。过来我会拄着讲。我都看无，这个时阵就好啊！我就甲迄个我有准备一套迄个传话讲，你教育部字典是这，你会用查哩，你会用去查用华语去查。是。我甲讲者，你有一套撇步，就是我早就传好咧等你的对。我就是甲普及就好。对啊，这都是一款。
做法啦生活当中的使用，其实毋管你要做翻译，甚至讲你希望你家己的这能力读写能力会变好，都是你生活中使用。其实这是无其他的做法啦。你毋管是学任何语言，拢是共款。我想这是共款的代志那拄仔你嘛讲你甲厝内的人拢是台语对谈嘛包含对你的囡仔的要求。我真好奇歹势问一下这个私人问题，目前你有孙无？有咯。你的孙台语啥款？这嘛是可能主持人上关心的代志。我的孙一个高贵，一个高二的，因为甲我生活较久，所以其实甲我要研究时阵都只是台语。细汉的，因为伊即马才3年的，国校3年的，伊无甲我生活，所以呢，但是来我遮。伊若台湾话听无就恁兜的代志。听无也不多，听无就无饭通食，无物件通食。但是伊就较含慢，但是呢，拢听有。因为讲较含慢，你好好拢讲华语。是。所以我也是感觉，你若伊习惯你讲这个语言的时阵，后盖伊若要学会足紧的。是。咱会当做大概就是安尼，所以我任何人拢总是台语。你袂想讲希望，当然我讲有当这嘛是较关过头，但是咱先暂且用这个方式来讲，你敢袂希望讲恁囡仔对孙仔讲台语，对因囝？当然希望啊。但是咱连讲的拢讲啊，伊若无讲，迄是有限对吧？咱袂使管伊安怎做。囡仔若到18岁以后，但是就是咱就无伫咱的手中啊，这无法度。因的想法是安尼。当然我拄则有讲过，我会当做的就尽量做。比如讲我教英文的，因为阮因为拢讲英语嘛，有教英文的迄个学习台语的册买互因会当做的。我即马尤其我即马大概3写来嘛，拢写台语啊。是你讲你甲厝内包含甲孙弟来嘛，是拢写台语。写台语对，这就是做法啦。咱就是会当做安尼尔但是伊会当影响偌济，其实拢伊的做法啦。像无底底有知啦，你底底还知后壁你变哪扣转来要创啥，其实加速度加足紧的紧。我讲可能真侪人，我相信有一寡你家己有时势，或者是讲甚至有孙的，我感觉咱的听友会使去考虑这个做法。我其他无够，我无法度强迫囡仔做什么代志，无毋对。但是我若甲因咧互动，安怎讲？我写台文是我的代志嘛？你上无你加减看有啊？你著莫逼我讲改法，我著写台文。看久伊自然著吸收著惯势啊，互你豆豆接受即个物件。这确实是一个做法。咱拄则有伫讲，因为你甲厝诶人拢讲台语嘛那你因为你是住在台中，你对台中即个台语环境的观察，你感觉啥款？目前来讲，因为咱定咧讲真侪研究拢证实，拢证明讲，即个毋若台语啦，有诶可能像咱定讲台语反说是开骹破相，或者是讲家父爸妈是即个病带动当然有一寡语言包含讲原住民真侪语言，可能已经特别旺盛这拢真危险，真需要大家去注心遮个代志。但是真侪人嘛会定定讲，尤其是南部甲中部边，我定拄有即款的就是讲，哪会阮比如讲台南人，阮4个囡仔嘛拢会晓讲台语啊，哪有则无什么危险啦啥？你对即款现象，是讲你家己观察，你感觉是啥款？我感觉一句话讲，真严重。真严重。我拄着少年的正汉，你看到随甲我讲台湾话。当然我会甲伊讲，伊会讲倒转来，即个现象有，伊主动甲我讲台湾的用无。尤其少年妈妈、少年嘛，爸爸带家己的囡仔时，这是点嘛？咱毋免惊无看。是这个真正足严重的。当然咱是台语科啊，所以咱讲台语迄是无对。不过，阮即代也是讲问我20岁即代台语拢遮老的，即代若无国讲，大概也无去。是，你认为是安尼？真严重。大家拢。我是观察到一个啦，这讲出来可能加减有一寡差别，台语啊差别的观念。其实我心肝无安尼想，就是讲，愈往南部愈庄脚，对家己煞愈无自信。这点我感觉毋免无自信。你台语就我讲，你讲出来就讲啊，你甲囡仔讲，甲啥人讲，拢无要紧。伊愈来愈无自信，这点我是感觉足可惜。因为语言就是爱讲，对，才会袂记哩。才会愈来愈老，
是啊，你讲人嘛讲，啊，互相学习，这环境才会出来嘛。出来对。对，因为我之前其实我伫 Facebook 顶管嘛，常常讨论过即个问题吼，就是你会使伫网络看到真侪，然后拄仔讲的即款中南部的囡仔。那或者是少年人感觉讲，袂啊，阮环境当中真侪台语啊，吼，尤其台南人上有即个自信吼。你看即个什么台南大概最近逐年拢有即个台语月吼，但事实上，毋管你讲台语月，或者是讲规个台南的环境，或者高雄，咱当讲进前调查讲高雄是目前即个台语讲上侪所在吼。实际我去到高雄去。伫咧去耍啦，去游览一下。那我坐计程车啥，或者我买物件食，你市区咱莫讲一般即个庄脚所在，市区你要讲台语，其实真侪人听无，而且伊嘛无主动甲你讲台语，所以无咱想的遮乐观。我想真侪人，尤其中南部一寡朋友会因为环境加减抑阁有，但是像咱拄则私底下嘛有伫讲，你若真正认为讲，袂啊，我台语真好，就讲阮的环境拢有啊。试看觅，你当做家己要做一个节目，你录者30分钟，甲人对谈开讲全台语，你会拄着问题无？那会表示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真侪事早都无台语啊，那表示讲你的台语其实真破空，真侪所在已经拢落狗去啊。这个意识你若无，其实会比北部搁较严重。北部是因为真侪即个母语家庭吼，那因知影即个环境无好，颠倒会造成有即个危机的意识啦，会使安尼讲。所以我嘛想要趁即个机会，其实嘛是希望咱的听友去注意到即个代。当然，咱家己听友一定是对台语台文拢是较有即个意思哦，较有心思的人，所以当然是会知影。毋过咱嘛必须爱去注重着讲你周围4块位即个人，真侪人其实。毋是安尼想的，爱注意即件代志。当趁着即个机会，定定会使去甲因，咱莫讲洗脑，去宣传一下，互因知影讲，你当做即个环境好，其实是完全无你想的遐好。那佫较免讲中南部啊，像拄则当然拄仔讲即个真侪所在，就是会出现即个问题，对家己的语言其实无自信。当然，即个是连结着讲咱家己的生活环境，咱讲社经地位、社会经济地位即款的问题。所以可能认为讲，你著爱有真好的即个华语的能力爱好吼，甚至英语爱好，你才有法度甲人伫社会甲人徛起。我感觉你若真正去看现代今嘛即个社会，其实已经毋是安尼啊，会使重新去思考看觅讲，是安那咱一直讲注重母语即件代志，毋管就囡仔的大脑的发展，一直到社会改善，你若只有现实，咱讲咱要看社会改善，凡世拢。无你想的安尼，甲你想的可能无啥共款。我讲这会使重新去观察看觅啦。我讲这是真趣味的一个议题吼。当然有伊的爱烦恼的所在，但同时嘛是真趣味啦。你家己住的即个环境因为伫咧台中嘛。台中中部会使讲是一个南北腔口，各种腔口五花杂色。到台中有遮济像彰化嘛，是啊，彰化的腔口嘛，遮济款。遮个腔口南做一伙，你会拄着遮无共款腔口的人。你家己安那看待遮个腔口？像你当有讲，你讲真趣味，无毋对。毋过除此以外，比如讲咱伫做翻译，回归到讲翻译即件代志，有真个标准化的即个代志，这是无法度你一定要面对即个物件。目前即个语言你要流传落来，标准化是一定会拄着的。那当着即个问题时阵，腔口的保存到底要安怎做？就是讲对你来讲，即个标准化的过程当中，腔口是要安怎伫咧内底生存，或者是讲你安怎看待伊的价值？我对12岁读初中就拄着足侪无共款的腔口，比如讲我去迄个清水拄着海口腔，伫中华拄着鹿港腔，拄着永靖腔，台北去到宜兰腔，台北来拄着宜兰腔，你讲迄主席哦，迄是40-50年前，是但是对我来讲。对我来迄阵是真闹即款代志，但是慢慢习惯啦，因是拢同学嘛，同学是较无咧讲啥物你大你小，所以都真逐个真好好。但是呢，我到尾啊，因为我伫外口离开台中诚久，我的腔口煞慢慢啊无去，我坦白讲。所以你去思考讲我的腔口到底是啥？我即摆到底是啥物腔啦？比如讲我顶届发一篇讲。台中人讲你食，
你啥人是食。较早我毋敢讲，讲了足见笑啊，因为恁台北拢讲啥人是你去倒？哈，你去倒位嘛？恁台北是讲倒位嘛？阮讲去搭，宜兰讲你去搭，阮拢去搭，恁宜兰讲去搭。宜兰较我讲腔。我迄工读写一篇文章讲我到底我是来怀疑家己毋知啥物腔口去。是，但是呢，真趣味，就是讲我咧翻译的时阵，咧讲几步，到尾转来我家己台中腔。是安奈呢？我毋知，这就是敢若讲离乡不离腔啊。是，解释这个实在是有影。当然，但是对我来讲，到尾我家己惊着，我来较写着家己的腔。当然我会去纠正校正啥。但是咱校正他袂讲无讲100分啊，但是算袂歹啊。伊有足侪腔口拢有甲你列出来。但是呢，伊列第一个拢毋是我的。因为你毋是优势腔啦，我嘛是啊。伊毋是第一，我拢第二个。但是我就甲写我的。我是感觉这是我家己本身的经验，腔口无要紧。但是你会讲，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讲，腔口会留落来。如果若准即个话语留落来，腔口一定留落来。什么原因？因为咱讲咱台湾即马交通发达，透南真济。透南的量嘛，毋是绝大，嘛毋是多数。要是大部分人伫故乡。故乡的人继续讲伊家己的腔口，腔口会留落来。是。问题是故乡的人若无讲伊的口音，即个话语就无去啊。是。无去就免讲腔口啊。所以我是认为，即马就讲。即摆安怎透南我无紧，我的例就是讲透南，我透南40-50年，即摆家己毋知影什么音，但是我的翻译就变做台中腔，所以腔口的代志，我是感觉毋免安尼烦恼。我是感觉大家都甲讲落去。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腔口，讲落去，我互你南，你嘛互我南嘛无要紧，但是后盖慢慢。迄个所在就变做伊家己迄个腔口，可能原来腔口是7声，新的腔才3声，安那有啥物要紧呢？嘛是你比如讲我大肚遐，可能中的是7声，要可能南一角海口的，变做10分是迄阵就是大肚腔。是。你宜兰可能和宜兰无共款的。我感觉腔口毋是遐尼大问题。我感觉即摆上大问题应该是爱讲落，甲这话语互留落来。留落来一定腔口留落来。当然，100年后的腔口，甲即摆腔口可能无共款。是。这其实就是进步啊！100年前咱讲的话，咱不一定听有啊，因为咱有咧变化。语言本来就是家己的生活，家己逐工的。做诶代志产生变化。我想要延伸即个话题我讲这真趣味是，第一，你主要伫讲诶，就是讲你头先上重要代志，上要紧诶，其实是台语爱讲。你若无讲，后壁拢免讲腔口，因为腔口爱伫咧台语即个基础顶悬才有通讲吼。那第二是腔口其实。你身体来带载来，咱讲即个名带过用刀写袂落，腔嘛是共款，腔带过用刀嘛写袂落，所以真侪物件你翻头一大轮了，你也是回到你家己的物件。我认为即个腔口一部分是一款认同，区域的认同，就是讲，比如讲我是宜兰人，有一寡物件你就是走袂去，当然你有真侪腔口会透南，毋过有一寡物件你就是改袂掉，我这是真趣味的代志。写到尾啊，比如讲你家己伫做翻译，写到尾你发觉讲其实你。我用几落的腔来讲啦，比如讲你怎讲离乡不离你怎讲法安怎讲离乡不离腔？离乡不离。其实伊有几个，你若要倒句吼，因为我有查过即个字的发音啦，伊几落的发音，所以若是以阮家己的腔，我会使讲离乡不离腔，这字嘛就读作腔吼。那离乡不离腔也可以吼，那离乡不离腔也可以吼，有几落的发音，那你会使各种白的组合啦，只是讲你要倒句白倒句，这是自由嘅，可以算啦哦。那我讲上好算是你有讲到一个，我感觉真打的人，你讲腔口这件代志，定闹交的物件，就是讲腔口其实是一直在变化。咱打讲的所有的腔，其实拢无可能是100年前同款的腔。那这个100年来变化，你敢要当作伊无去，当作无这件代志，这是毋对，也是讲。咱是安那注重腔口，其实对我来讲，腔口的意义是讲，我今日一直伫强调讲，我讲宜兰腔的意义是，我是岛遐人，这是我对在地的认同。但这个认同腔口是安怎来？是伊经过遮侪年来，比如讲200多年来，伫宜兰然后200多年来，
什么款的族群来到这个所在，产生什么款的演变，所以导致讲目前我的腔口是安尼。那这个过程当中，你若去对腔口有较有意识啦，你会发觉讲哦，某一寡事，但已经无人安尼讲。比如讲，我地区我袂讲成地区，因为过去漳腔读作区，但是因为宜兰已经是人出名的，即95%以上拢老漳腔的所在，我嘛无读地区啊，甚至真正有人就讲岛史，岛史其实正常你若老宜兰去要读岛史，毋过。伫我已经遮注重台语甲腔口的这个人的身上，我嘛找无任何人捌甲我读过岛史，我的时段嘛无人读岛史、岛语岛史，所以你爱去面对这件代志，腔口有物件会消失，有物件新的套揽入来，那你嘛免烦恼套揽最后变成大家拢同款，因为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大部分人是踮伫咧共一个所在，就算讲伊是外地来，最后伫咧遮留落来，伫遮徛起，变成遮新的人。比如讲，伊可能台北来，伊可能高雄来，到遐来到宜兰变成一个新宜兰人，这就是伊族群的变化。伊套揽出来稳定了落来，变成一个腔口的样式，这就是你打的新宜兰腔。就像咱常讲台湾有这个台湾腔，台湾腔嘛有老台湾腔甲新的台湾腔啊，对不？这就是因为伊的。族群变化，那这个族群变化就是你的历史，腔口表示的是你背后这个所在的历史的演变，这才是伊真正的价值。不是讲我的，这有的人会足坚持，比如讲宜兰腔我就100%老漳腔，我讲这概念是唔对。你甲过去伫咧遮存在其他人，或者讲因为交通变化了，有一寡物件的这个套揽甲演变。拢退掉，那都不是真正这个所在完整的这个所在啊！我讲大家会使去思考这件代志，腔口其实真正你讲的是你的认同。就像有的人，我捌拄过台北人，但是伊是一个台南腔，因为我阿母就是台南人，我是记得吼，我阿母就是台南人，拢是阿母在跟我讲台语的，我继承的是阿母这边互我的记忆，甲阮讲话的方式，这就是讲。腔口唔哪有区别有认同，嘛有你个人包含家庭，你成长过程，你套揽的方式，就是敢若你独一无二的。我定一直伫宣传这个代志，就是讲腔口这个代志，伊除了有区别的，就是讲你个人什么所在，你什么人以外，还有你这个人你是什么人，你过去的经历是啥？我看这是腔口上好耍的所在。尤其我相信，像你伫咧台中大汉的人，你看腔口是完全佫无同款，因为真是五花十色啦。你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腔口，较早咱人讲别人讲话拢有腔，鹿港人拢讲别人讲话有腔，这是记例吼。但其实我讲相信现代打这个不管是交通啊、网络啊，各种各样遮方便，伫咧大家伫咧互动，咱拢知影这件代志。腔口是千变万化，那包含伊的祖先甲伊原本来源拢有关系所以我感觉这是台中可能中部人较早就真早就有法度接受到这个问题，因为你一行出去，可能你隔壁乡镇就完全是无同款的腔口啊。但是依然无，所以我自细汉我认为讲别人腔拢足奇怪，我嘛是安尼感觉啊。不要，我头是讲我台北住30-40年，我拄在台北的时阵足见识的。歹势讲，台中腔迄真啊，甲台北拢无共啊。是。我因为譬如讲着足少过，我伫上公岭大专迄个师训的时候，我隔壁就台北人，正宗台北人。我讲地科少啊，伊毋知地科是啥？伊讲杀文就讲，我讲迄啦，杀文就讲杀文。我迄阵煞惊。但是我这几十年来也去过参与这个翻译这个代志了。其实呢，大家较有自信的啦，是，唔免管遐个腔啦，有诶无，你讲啥你就甲讲出来。重点是你爱讲出来。有足侪人自言伊道迄类，你佫吸收人诶物件，安尼慢慢，你若住迄个教会，迄教会拢讲安尼，就练恁诶腔口啊。是，这就是内底上趣味诶所在啦。过去真侪人去到台北，可能会受到这个环境诶压力所以你会歹势讲，或者讲你腔甲在地人无共款。毋过讲时代伫变化。当个时代是你颠倒来甲因讲，我是倒位人，阮就是安尼讲，你学一个，学习一个，你惯势就好，而且你趁机会使学到一个新的物件。所以我们定伫宣传讲，宜兰人伫讲华语讲吱吱，囡仔人诶迄个物件阮就讲咕咕，就是我特别爱安尼讲，就互大家知影讲，像我就捌拄过有人甲我讲一个护理人员护理师就讲，伊拄嫁到伊是结婚来到宜兰，伊就讲拄开始听咕咕拢毋知人伫讲啥，讲有咕咕无，就是你自然爱学习，除了你人去甲一个环境学习伊迄个在地语言以外，你其实会使甲你语言带互因，甲恁的话语、你的腔口，互大家了解。我讲时代无共款，这个时代你会使做这件代志，而且会使更较大声讲出来。我相信伫
伫咧管像你经历，其实我经历，我讲咱拢会使学习即件代志。讲到你家己的册啦，因为你拄仔讲你其实翻30外篇，即届总共其实敢若经8篇尔嘛，所以数落来计话是另外20外篇是有要继续，还是？我先讲我翻译来，因为那翻译了较地，因为我是退休的人，我时间其实都操作伫我的家己身上。其实我介传有30几篇已经翻好啊，最近佫甲顺一遍。老实讲，每一个人今仔日甲昨都无共，是一个月前翻的，即摆看咧有当时足见效的。是要佫改对啊。我已经最近佫改了。其实我即个同事都足侪因缘的，我有甲杨开杨先生，是迄个前辈作家有4篇是我替伊翻做台语的。咱讲有名的《鹅妈妈出嫁》，是，我是甲翻做五子也出价。变少年啊，对吧？因为你讲五子啊嘛，子也毋知会出价。比如讲水牛，即个4篇。过来我家己佫有翻，毋知安怎像即个顺聪有当时一歹人吼，都看久了，毋是安怎落名，迄落我爬袂起来。伊就叫我讲，迄个小泉八分。是，这个美术方面足厉害。翻已经10几篇啊，大概5万字的卡达，即几个我拢翻好啊。讲倒转来，介传要翻无？咱当然照讲应该有计划。因为我看你这册吼，册皮顶悬有一个小小的即个暗号啦吼，因为写介传两字界第一篇小说选后壁佫加一个1，就是写一个 I 迄个数字。想必就是后壁其实有其他的计划嘛，只是我无料想到讲，除了介川以外，连其他的人嘛已经伫你的即个翻译名单当中啊，就对啊。我已经其实迄个小泉嘛翻了迄个杨奎云先生嘛翻了杨奎云先生迄篇听讲年底会出版。一般是安尼出版社去接翻译者讲，你是翻好啊，袂紧来互我吼，真少拄着讲翻译者已经规台伫等等你，你是出好啊袂？我即款人甲人无共款，你若甲我逼，我会写袂出来。我都爱轻轻松松，家己照家己的配色、家己的步调来做吼。是。其实这是我爱做但是都用往做异样其实是安尼啦。翻译是对家己是上足大的学习啦。你爱找足侪资料，因为这个人伊安尼写，伊写这尤其那迄个小泉的迄个日本的鬼怪故事吼，用增加的物件，咱就去对地图，到底增加是偌增加？对家己其实翻译者上大的收益，上大的收获就是你能学足者，毋是干那语言。咱定讲，你有吸收，你才有产出，就是讲咱会生产无共款的内容。其实有当时你电脑版，你为着要产出，你的电脑需要大量吸收。我家己伫做真侪节目内容时嘛是安尼，我必须爱有物件出来啊，主题出来，我无一定对这个主题真正了解。这个时阵，你其实爱用真侪时间去做这个功课，去了解这个物件。你有当时咱做功课时，我家己拢有一款原来是安尼。过去我无注意到的物件，过去我毋知影的物件，我佫学着一项新的物件。家己伫做功课的迄个过程当中，本身就使人欢喜，讲实在。所以我一直讲，不管你讲台语也好，创翻译也好，写文章也好，你着做落去。你做落去时，你会想袂到的一寡，你无去了解，你做袂出来。是。所以我就是安尼。为着做这样代志，咱学真济，所以到尾你要骗我，那学骗我。所以建议不管啥人，你要做这样代志，你就甲抢入去，就莫停，直直甲学。你家己本业也好，你要学台文也好，要写台文章也好，拢会使。去做就对啊。我讲结论就是安尼，去做就对啊。对。佮补充者，因为芥川伊有差不多要400篇的小说。你按顺序无要翻了。我即间30几篇，但是我还佫即马。有甲几个，比如讲，陈社长差不多有20篇，敢若甲台湾人较会嗨。我按算会甲翻完，所以大概应该差不多40几万字。翻完有要出无要出，当然这看这个市场。我得看这个办事，既然有写1，我咧摇嘛应该有2嘛，对啦，有3嘛，毋知有毋知到几号去，咱是毋知影啦。但是这个市场来接受，咱当然希望出来这对社会嘛有一种影响。过来我个人其实翻译遮侪字，我其实较上爱做一项就是，咱台湾有足侪前辈作家。
是写日本版的。是，芥川的时代写遐尼好的经典小说，迄当时台湾人嘛有真侪人写真侪日本的，是，甲芥川有拼的。比如讲我翻译迄杨奎，这个前辈，是伊迄个文字的用字，我认为都无输芥川。我突然想起一件代志。吴浊流，华语叫做吴浊流啦吼。伊有一篇真出名，因为伊是客人嘛，有一篇真出名的日语小说，有翻做华文版，原文叫做《克拉格》，我毋知你知影无？华文重新翻译叫做《水月》啦。克拉格。嘿，我讲这是毋是就应该翻做台文版？对，我是嘛伫看过咯啦。对，莫伤深度，就是讲我希望。这个前辈作家，伊写的台语日本的文章，我来翻，因为我有一个我的生活经验，因有一寡我有经验过。是。譬如讲杨奎先生迄个五子也出家，伊讲口草的代志，我甲即马嘛要咧口草，我细汉嘛口草过。是，譬如讲邓老姐，咱即马囡仔都无邓老姐的代志，咱口草邓老姐。是。因为我这个经验，即马少年的大概是无，所以前辈作家的日本的作品，我是拿会使是肯定上优先啦，但是要看因缘啦。是，出版这个物件有当时确实是嘛，需要受到机缘。讲实在，人生就是安尼。好啦，我想咱都甲这个节目留好机缘啦，想不要做结尾。时间差不多啦，就是咱都今日到这为止啦。希望咱所有听友介意这集的这个内容啦，唔知大家听了感觉啥款嘞哈？那这集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有什么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Firstory 是 YouTube 留言互我。若是你收聽嘅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box 嘛，希望你使到效果5分數，互我一寡鼓勵甲支持。Facebook 嘅 Instagram 查出也推聊天，你會使看到更加多節目內容嘅補充。若是朋友意咧，願意一杯咖啡一包拿糖嘅錢，鼓勵阮做更加多創作嘛，使點下 Show Note 就是說明區嘅即個贊助連結網鏈啊。客戶是隨喜生意食水甜，咱三表心意大，別個我嘛介啦。無論這啊，這攏感謝你嘅支持，那呢，咱今日就到這咯，甲大家講拜拜，拜拜。